大家好，我係口水妹啊！今日我要介紹我聖誕節收到有咩禮物同埋拆禮物啊！第一個呢個，哇，有個益智遊戲，之後有擦紙膠，有 squishy， 仲有隻公仔添啊！之後呢個就係呢個就係一個文具套裝，有一個 file， 一張白紙，之後有個花袋啊，係咪仙人掌呢？定係屎呢？之後有一個禮物軟腍腍嘅。哇，原來係 Cinnamoroll 眼罩啊，係洗面或者係咯洗面。之後第二個就係硬角角嘅，冇聲嘅，係啊冇聲。竟然係公仔啊，仲要係嗰個叫咩啊？係啊，忍者龜系列噶，好核突啊！仲有最後一個 Cinnamoroll 嘅 3D bag， 有貼紙啦，同埋個線用可以用 3D bag 嘅一個板，之後一個說明書，一支筆，之後入邊係個口，之後就係嗰啲顏色啦。呢個係最後一份禮物啦！你哋聖誕節收到幾多份禮物呢？我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份禮物啊！好，我啲禮物就咁多啦，多謝，記得要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啊！拜拜。